你选的。我们今天来打咏春哦。怎么样？你如何？后面小鸟哎，沙子小看小鸟脸看，你还是不是个猫猫啊？你走吧，你瞅着，爸妈要跟你合照，宝宝。那我把手机摆在这儿，你会看开源吗？哦，你选的哎，我去，我开微信，看我的新项链，好不好看？好看吧？哎，小心小心，在慢跑。